什么？开心抢位子，客家话也在学生嘴里心底留了位子。客家话快乐学习法，授课老师陈纯郎有备而来。客家话同学堂，啊，老师说客家话同学堂，客家话很好听，学生说我也很喜欢听。听说读写，用不同的道具和方法来教，理解取代强记。有演法，开书。陈纯郎其实最希望孩子们回家后有说客家话的环境。家来的时候听不懂，自然学习，没有特地学啦，就家里都讲客家话，就跟他们学。学客家话还考上客语新传师，是陈纯郎嫁到水里新兴村这个客家村之后的意外插曲。有老师知道他要考证照，建议考客语认证，对村子里帮助更大。对自己的那个文化的部分，自己如果没有一点动力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认同度不足的时候，会不知道它有那么美好，反而是非客家族群的人一进来，然后就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它是这么特别，值得去把它推展出来。喂。生活中处处有客语，细微处也能看见用心。陈纯郎还在水里成立客家协会，他定义自己已经是客家人，努力帮助学校的客语和文化推广向下扎根。要上课喽，学会了吗？客家话同學堂，捱尾當愛堂。客家話同學堂，捱尾當愛堂。谢谢宗仪老师。